警方喺前年破獲嘅呢宗毒品案，涉及101公斤、市值達到1億嘅毒品，內有67公斤可卡因，數量係5年嚟最大宗嘅可卡因販毒案。當時拉咗2個男人，亦即係本案嘅被告。據悉，其中一個被告係黑幫成員，案件涉及黑幫前坐館上海仔郭永雄嘅販毒集團。法官星期四判刑嗰陣話，根據判刑指引，販運超過15公斤或者以上嘅可卡因，量刑起點係監禁30年。單就本案涉及嘅67公斤可卡因，法官採納34年監禁作為量刑起點，並認為2個人只係擔當運送毒品嘅小角色。黃一展嘅代表律師求情嗰陣話，佢任職運輸工，另外幫人走水貨去到內地，月入合共大約2萬至到3萬。今次為咗賺取1萬蚊快錢而幫人運毒，法官認為佢除咗認罪之外，並冇任何減刑因素，3項罪名一共判監22年8個月。呂永業嘅代表律師就話，佢雖然有案底，但係同毒品無關。另外佢有一個8歲嘅女，擔心唔能夠睇到個女成長。不過法官話佢身為成年人，應該喺參與案件前知道後果，最終唔給予任何減刑，判監34年。另外，橫跨粵港澳嘅雷霆18掃毒除黑行動將會陸續有嚟。有分析相信，中央政法高層早前南下高調督導打黑，有震懾粵港澳黑幫犯罪集團嘅作用，並為粵港澳大灣區洗太平地。東網記者岑子浩報道。